好啦，乡亲继续要来讲，明年是虎年，日子会较好过无？中央研究院公布着对明年经济展望，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只有3.85%，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会来到2.04%，会继续来冲破着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大宗的原物料的成本来起价，物价嘛来调起。 厝会愈来愈贵，会带动厝税嘛对咧愈来愈悬，也就是讲，每年哦万物拢会招起，钱是愈来愈薄，咱的手头会愈来愈红。安尼明年敢会搁较好？明年你的钱会对天顶落来，还是随风消失？中研院估算明年经济成长率3.85%，不过明年钱会搁较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估算2.04%，一直拉破通膨警戒线。物价一直起价，大宗原物料成本嘛咧起，拖累物价嘛对咧起。明年大家注定要和高物价、高通膨继续交战，尤其高房价买不起，厝税敢会嘛纳不出来。房价的这个成长可能会在明年还有这个明年以后的时间呢逐渐的会反映到这个房租的上涨因为房租事实上是占这个 CPI 的权重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比例其他机构可能低估了这一个房价对未来房租的这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啥物拢咧起，新年新希望，是希望还是绝望？温和的物价成长事实上是对这个经济的复苏事实上是一个正面的。不过通膨的热度敢有够温和？恐惊要是来看大家人的纳地敢有够深。